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3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嘉玲执事来带领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的爱和恩典，聚集我们在你面前，一起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求主将渴慕的心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做好时间的管家，将这段共读圣经的时间分别为圣。也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主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帮助我们信道，不只是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更要做行道的人，在生活中见证你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34章看见保罗在第二任的总督菲斯都的底下要坚持不回耶路撒冷受审，而是要去到凯撒皇帝面前来受审。那我们也看见犹太人对保罗的恨意一直过了2年多，还是要他的命。那也可以看见犹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亮红灯，但保罗没有掉入在这个骗局当中，因为在23章11节，上帝给他意象，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即便他是带着锁链前往罗马。也看见新的总督菲斯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是这样的积极也无法来让这个保罗的案情得到光明，还是陷在瓶颈当中。那也因着上帝的安排，让亚基帕王还有他的妹妹百尼基来的到访，让保罗得到能够向君王做见证的机会。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26章，保罗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的自己的申诉和自辩。那先请嘉玲执事带我们来读第26章1到6节。亚基帕王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申辩。”保罗就伸手为自己申辩：“亚基帕王啊，我今天得以在你面前为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申辩，实在觉得万幸。更可信的是，你对于犹太人的规矩和争论的问题都很熟悉，因此我求你耐心垂听我的申诉。我自幼至今是怎样的一个人，犹太人没有不知道的。有生以来，我就生活在本国人民当中，居住在耶路撒冷。如果他们肯为我作证，他们知道我从起初就属于我们宗教中最严格的法利赛派。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我对上帝向我们祖先所应许的存着盼望。”好，谢谢。那或许没有人告诉保罗他要来见亚基帕王，但是上帝已经提早告诉他要在外邦人、君王和犹太人面前来做见证。所以我相信即便亚基帕和百尼基他们是大张旗鼓而来，好，那还有许多的千夫长，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排场，但是保罗他已经有预备，所以26章的整章可以看见保罗他怎么样在君王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那保罗他第一个也是像律师一样，也是来表示敬意和礼貌。那第二个他也提到亚基帕王能够来审问他是再好不过，因为亚基帕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争论那这是因为来自亚基帕王的曾祖母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还是有犹太人的血缘和血统，那也是他们能够在犹大地被分封为犹大王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保罗再来提到第4节，提到他自己怎么样的出身，自幼为人如何，以及在犹太人的生活的犹太人的人民当中，那他也都一直在长期定居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有亚基帕王要知道保罗所说是否真，可以向犹太人来询问。那同时呢，他还受过犹太人最严格的法利赛派，做了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所以保罗他是一个道道地地，也在加玛列的门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
但是保罗接下来提到说第6节，现在我在这里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我对上帝向我们祖先所应许的存着盼望。所以保罗他继续把他的个人的案件，好，那是带到就是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的事上。好，现在请嘉玲带我们来读第7到第11节。这应许是我们12支族全体同胞日夜敬拜上帝所盼望得着的。王啊，正是为了这个盼望，我才被犹太人控告。可是你们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相信上帝使死人复活是一件可能的事呢？我从前也相信，应该尽力反对拿撒勒人耶稣。我在耶路撒冷就这样做了。我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把许多信徒抓来坐牢。不但这样，他们被判处死刑，我也赞成。此外，我在各会堂多次对他们用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我非常厌恨他们，甚至到国外的城市去迫害他们。那保罗他受审一直为着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应许。这个第7节讲的这个应许呢，就是他把他说神使死人复活，神使死人复活。那但是他后面要讲这个死人不是每一个死去的人，而是指主耶稣。那所以保罗他已经抓到一个窍诀，就是他要来传福音，介绍耶稣以前，好，那他用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专注听，或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死人复活的事情，让保罗他引起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矛盾还有冲突，好，但是他也越凸显着这个的死人复活的盼望，好，是一个不仅是千真万确，也是能够救保罗的性命。那所以第9节，那他把这死人复活呢，好，就是讲到关于拿撒勒人耶稣啊，好，所以他必须在亚基帕王面前来介绍这位耶稣，是从耶稣他的出生，他的背景，好，是在拿撒勒，好，那其实也是在亚基帕，好，他希律家族的管辖范围之内啊，在加利利。那他也讲到关于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他过去不相信的时候，那他所做的比跟现在犹太人所控告的一样，去跟祭司长得权柄，把信徒抓来关，好，收在监里，好，甚至呢把他们杀了。保罗也表示赞成了，好，这个赞成的意思就是他出名，他签名，也定案，好，所以司提反被杀害、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就在旁边，所以他都参与在这样子的捉拿基督徒、迫害基督徒、要基督徒的命的这一些的捉拿当中，甚至11节到各会堂，保罗也是一样，他去布道旅行，帖撒罗尼迦、庇哩亚，或是许多的犹太人会堂一路追赶他，保罗早就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屡次用刑或是强迫他们要放弃信仰，就是要他们说亵渎耶稣的话，好，然后呢否认他们所信的。所以保罗说他自己把他过去不堪的往事都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一一来提出来。不晓得我们在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会愿意提自己不堪的往事，还是只要提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所表现出来被神祝福的那一面呢？好，那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这一段的分享，他是非常诚实老实，也真实的把他过去的行为恶行恶状，通通搬到一个亚基帕王君王的面前。那我们继续再请嘉玲带我们来读12到18节。有一次，我带着祭司长给我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约在正午，我在途中看见一道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强烈，从天空照射在我和同行的人周围。我们都扑倒地上。我听见一个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像牛用脚踢主人的翅膀，反而伤了自己。
我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做我的仆人。你要见证今天所看见关于我以及将来我要指示你的事。我要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手中救你出来，差遣你到他们中间去。你要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权势下归向上帝，好使他们因信了我而蒙赦罪，并且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他们的地位。谢谢。那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3次来提到同样的事情。好，那第一次就是发生在9章1到19节，这是按照故事的剧情的发展。那22章6到16节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来所做的自己的见证。今天26章12到18节是第3次保罗在亚基帕王的面前来见证。那这3次的见证呢，那有他的大部分的相同，有小部分的不相同。那保罗再次提到他不堪的往事，也提到他过去在疯狂的时候捉拿基督徒，一路从耶路撒冷捉拿到大马士革，都比现在他所在的这个凯撒利亚还要在北边了。那他也提到，当他在前往的路上遇到了大光，这个大光是在日正当中，能够在日正当中比太阳的光还要大。好，那这也是保罗他所做出来的呈现。而所有的人呢，光照在同行的人身上，大家都扑倒，但只有保罗听见这声音，是用希伯来话。所以在这段里面也特别把这一些剧情呢有它细节的地方，那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做这见证。而这个事情呢已经发生在扫罗他悔改信主之前，已经有将近10几年的时间了，10几年的时间那但是将近20年的时间，但是保罗依然非常的清晰。好，那这希伯来话的内容就是叫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用脚踢刺是自找苦吃啊。那用脚踢刺呢，就是当牛在田里面要耕种的时候，他生气，那不高兴，那他就会把脚向后踢，那就是在发脾气。那所以他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是像牛用脚踢主人的翅膀。那在历史上不同的神学家对于这个字呢刺，用脚踢刺，这个刺呢有的认为是代表着良心，所以不能违背良心抵挡神；有的认为是用脚踢刺是代表神明，不能抵抗神明；也有认为不能是代表律法，不能违反律法；也有代表命运，不能反对命运；也有代表神的旨意，不能抗拒神的旨意啊。好，那这几个解释呢，好，那都是让这一句当时流行的俚语或是格言呢，成为保罗他向亚基帕王做见证。所以这句话只有3次当中，只有在26章保罗对亚基帕王的时候有提到，而且提到说是希伯来话。好，那所以他也可能也让亚基帕王心里面有一个领受，就是上帝的，不管是良心、是神明、是律法、是命运、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一切呢，都不是保罗他个人可以决定的。那保罗呢，他就回应，你说啊，你是谁？那这个声音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那接下来16到18节，那有讲了几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保罗不要再趴到地上，扑倒在地上，而是要起来，并且呢，主耶稣也向保罗告诉他显现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派他做见证人，第二个就是要救保罗和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就是要让保罗继续存活下去，要去做5件事情。第一件，开他们的眼睛；第二件，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第3件，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第4件，使外邦人能够因信耶稣而蒙赦罪；第5件，
让外邦人能够和一起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5件事情在26章保罗向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也意思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保罗他自己要被控告的事情，都不是从他自己个人而起的，是他上面有人交代他去做的。那如果真的要去审问，也要去审问那个上面交代他的人，因为他只是受差遣，奉差遣，成为仆役，成为这个仆人去做这些事情。那所以这3段的记载，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照。第9章是一个并不是详细记录，而是为了要让接续让我们知道这个扫罗怎么样变成保罗。那第2段是在22章，是保罗3次布道旅行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引起的骚动，以至于千夫长吕西亚让他有机会向犹太人来做见证。那他也提到他自己所接受的怎么样为律法来热心。好，那他也提到了司提反，那也提到了自己参与在这迫害当中。好，但是他也提到了他就算他的命在耶路撒冷没命，但是上帝还是会继续让其他人兴起做这样事情。那今天看到的就是保罗有提到就是他怎么样要上罗马，为什么他要上罗马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是他的祖宗的神以及12支派以及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昼夜侍奉，昼夜切地侍奉神，都想要得着的指望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这位受膏者亲自来向保罗来显现，并且呢要来为他做见证。所以接着亚基帕王有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他也把这个见证呢来向亚基帕王来诉说。好，倒是呢在这里呢就没有提到亚拿尼亚这个人。好，那在第1次和第2次呢都有提到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就是在叙利亚的使徒，但是可能亚拿尼亚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呢的这个可能不能让亚基帕王马上的了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保罗的见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像外邦人就做外邦人。那他向君王传福音，那他也用君王能够懂，能够明了，甚至加上一句，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自讨苦吃啊。好，接着再请嘉玲带我们来读19到24节。因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先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然后在全犹太和外邦人当中劝勉他们，必须悔改归向上帝，所作所为也要符合悔改的心志。为了这个缘故，当我在圣殿里的时候，犹太人抓住我，想要杀我。可是直到今天，我蒙上帝帮助，能够站在这里，向所有高贵和低微的人做见证。我所说的，也就是先知和摩西所说将要发生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首先从死里复活，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宣布拯救的亮光已经临到。保罗这样为自己申辩，菲斯都大声对他喊叫：保罗，你疯了！你的大学问使你精神失常了。好，谢谢。所以26章19节是保罗向君王做见证的一个结论。亚基帕王，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表示说保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天，都是从上主，都是天上的神要他所做的。那他为这意象而活而奔跑，也跑了20年。我先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然后在全犹太地以及外邦，所以也是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要按照这样的顺序直到地极。那保罗回应这个意象，就是劝所有的这些当地的人所传福音做见证的人要悔改归向神，还有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里2次提到悔改，这个悔改呢是指要转向，
就是要 U-turn， 就是要180度的转弯，不认识耶稣的，只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儿子的，要 U-turn， 要转弯。当你们转弯之后，就能够从耶稣，从上帝的儿子更加认识上帝的慈爱和公义。那21节，所以保罗说，为了这一个呼召，为了这个使命，他在犹太人在圣殿里而抓住他，想要杀他，但是保罗也说他得到上帝的帮助，一直到今天还可以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向尊贵的和卑微的做见证。好，那所以表示说，在场好，就是除了亚基帕王是代表尊贵，好，那在场卑微的是谁？好，保罗并没有提到，但是呢，就是像各样的人啊，不管是这个上流阶层的，或是平民百姓，因为我们看保罗3次布道旅行，他也像那个被鬼附的，像省长，也像在河边祷告的妇人，像雅典的这些的议员等等，像不同阶层的人，就是整个罗马帝国上层到下层的阶层都要来做见证。那22节的后面，保罗说，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保罗所说的都还是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也是合乎摩西他从上帝所领受，因为摩西早就有提到说上帝要兴起另外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而这个先知就是23节，基督必须受害。好，那这个基督不是指耶稣，而是指摩西讲的那一位受膏者，他要受害，那必须先从死人中复活，再把亮光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保罗他的讲论就到这里。那路加在场，所以路加也记载在这个地方。好，那表示说保罗他怎么样子来铺陈，好，从他自己的犹太人的身份到连接到亚基帕王也有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在提到说保罗他怎么样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而是他说过去他也是抵挡迫害这道，他曾经也做了很多杀人害人的勾当，但是呢，因为他在生命当中的遭遇被大光所照，以至于他得到了双重身份，成为仆役，也成为见证人，同时5个呼召，要开人的眼睛，使人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使人因信耶稣而罪得赦免，还有和进入神的应许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一切呢，都是他为基督而活。好，那但是呢，菲斯都总督呢，听到这里呢，反而无法接受。好，那他反而在这边就是大声的说，好，大声对他喊叫，意思就是可能还不等亚基帕王回应，好，菲斯都他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到这样的信息。好，那所以他反而是先开口说，保罗，你这样，你疯了，你的大学问使你精神失常了。那这个大学问呢，讲到就是连相信这个菲斯都的意思是，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呢？人死了怎能复生呢？好，那这个从小到大全世界人都知道的道理，保罗居然还在讲讲死人复活。好，那讲的好像振振有词。所以这个菲斯都其实这样反应并不是坏事，只是菲斯都当他继续去思想去思考的时候，那当他就像多马一样，多马也不相信跟随耶稣，但是当耶稣真的出现在他心中的时候，他只能说Oh my God， 我的主，我的神。好，最后25到32节，请嘉玲带我们继续来读。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并没有发疯，我所说的话是真实无伪的。王也知道这些事，所以我对王大胆直言，相信每一件事王都注意到了，因为这些事是人人都知道的。亚基帕王啊，你相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相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用几句话就说服我做基督徒吗？保罗回答，无论话多话少，我向上帝所求的是你和所有今天在这里听我说话的人
都会像我一样，只是别像我带着这些锁链。于是王、总督、贝尼斯和其他的人都站起来。他们退出之后，彼此说，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或该囚禁的罪。亚基帕对菲斯都说，要是这个人没有向皇上上诉，他早就被释放了。以上。谢谢。那菲斯都虽然抢了亚基帕王，或是打断保罗的发言，但保罗还能够把握住这个菲斯都，所以他也向菲斯都来见证。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疯了，我所说的乃是真实和清醒的话。那26节他说，王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对王大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能向王隐瞒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所以保罗这样子的陈述的确让王听了呢，他就必须要思想和分辨。那他用的陈述的方式是向君王来做见证。那像这君王呢，也引用他的背景。那27节，保罗甚至更进一步的挑战这个君王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那因为亚基帕他是犹太人的背景，小时候应该是有读过摩西的五经，至少有读过犹太人的经卷。那他所读所记所背的这些，其实都是在他的心中都已经撒下了种子。所以保罗反倒用旧约来挑战这个亚基帕。你如果相信旧约，相信这些律法，相信先知，那旧约律法先知所说的预告的这位基督，上帝要兴起这位基督会受害，并且还要第一个从死人中复活，带来好消息，你应该也要跟着相信。所以保罗还甚至说我知道你是相信的。我想这并不是保罗在用话术在面对亚基帕王，而是当亚基帕王认真在听保罗传讲的时候，他可以从亚基帕王的眼神或是态度或是回应当中知道上帝的话真的进入在亚基帕的心中。但亚基帕呢，碍于自己的身份，所以亚基帕怎么回应呢？亚基帕反而说，你想稍微劝一劝就说服我做基督徒了吗？就是你用几句话就要让我信耶稣这个成为他的一党吗？成为跟你们一样同伙的吗？那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那其实保罗在这边还打断亚基帕的发言不论亚基帕的答案是 yes 还是 no， 但是保罗马上不让不在这边马上接着他的话，无论话多话少，就是保罗他不论用少少的几句话，或是再长，像路加写的这么长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不论写多说写少，保罗很真诚的说，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所有听我说话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像保罗一样，都是能够来昼夜侍奉这位神都能够成为神的仆役，成为神的见证人。那只是不要有这些的锁链。那保罗这句话呢，真的是讲的无懈可击。这对每个听福音或是传福音的对象来说，是一个非常真诚真心的邀请，也成为我们基督徒在跟人传福音介绍耶稣的时候，是设身处地的替对方着想，而不是只有想把自己的讲完，然后不在意别人的心中的感受。所以这一段保罗在君王面前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知道亚基帕王最后的回应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亚基帕王他后面又继续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到主后100年。其实他并不像他的爸爸那个希律第3代被虫给咬死，都5天之后就死了。反倒是他能够继续在位置上，相信保罗对他的这个福音
是让他有真的得到上帝的看顾。那最后2节，所以王总督百尼基就是贝尼斯，其他的人通通听完保罗这样子说，其实心里面都有被 touch 到，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也不是讥讽保罗所说的，也不是嘲笑他，也不能够定他的罪，保罗已经非常清楚的自述并且来分述他的整个的过程。所以他们之后有个讨论，这个讨论为什么路加会知道，不晓得，可能是事后风声传出来，或是路加去查的，但是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人就是保罗，并没有犯该死该监禁的罪，连关都不需要关，他应该现在就可以出去了。所以32出来之后，亚基帕就对费斯都说，要是这个人没有向凯撒皇帝上诉，早就被释放了，早就被释放，就是其实他不用闹到这里来，凯撒利亚他在耶路撒冷，连犹太人都不应该定他的罪啊。好，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看见保罗他自己的为自己来申辩，是他明白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上帝的计划，以及他也承认自己过去的愚昧和过犯，所以是这个开肠破肚，是一个开诚布公，来用自己的过去糗事，然后自己的败坏，来见证上帝的选召。第二个，保罗也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见证上帝拣选他，这段经历出现了3次，9章、22章还有26章，那都是保罗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明。这也是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一个很好的，就是不是讲保罗见证，是讲我们自己得救的见证。第三，保罗他也用悔改的心，不仅是传道，也劝人要悔改。他自己怎样悔改，他也期待所有听到的人也能够悔改，让外邦人、犹太人都能做见证。刚才忘记提到，第9章保罗归主是向外邦人来做见证，就是在叙利亚这一带。那第22章是向犹太人来做见证，是在耶路撒冷来做见证。26章是在向希律王的家族来做见证，是向君王做见证，是在凯撒利亚。所以3次做见证的地点不同，对象不同，但是结果呢也不太同。第一次是保罗的悔改，第2次是犹太人不悔改，第3次是君王呢他在考虑中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不顾自己的性命，那他热切的盼望，不仅是他自己悔改，连君王或是百尼基，无论是尊贵的或是卑贱的，所有在场的人，只要听见福音的人，都是保罗他迫切想要带领信耶稣的对象。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透过这一章的经文，看见保罗他传福音的热忱，还有他内心当中的一个渴望。这渴望是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他也用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来向人见证主你奇妙的拣选还有救恩。同时保罗也知道上帝要透过他使用他向不同的人来传福音做见证，而保罗也运用智慧，运用上帝的同在，能够使人听见福音的人都能够得到圣灵的感动，心都能够柔软，也能够敞开心门来接受耶稣。主要在今天我们继续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们需要有保罗这样从天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得时与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总要救些人，求圣灵帮助。我们也为曼双干事他的手的复原，以及他的脚有烫伤来祷告，求主来看顾保守，以及看顾我们的秋红长老，还有立志长老，还有许多弟兄姐妹身体三和姐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也求你看顾和保守，还有连珠姐也求上帝来医治。我们也将我们还有阿美姐，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每个人的家中，但是知道主你都必垂听祷告，也愿神继续带领我们的夏令营的同工们，每一位付出的志工们，他们在身心灵以及他们服事上都能够带着主的平安和喜乐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嘉玲，谢谢大家，谢谢牧师。
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世界的亮光。